关子岭之恋呐、哦，刚好你看歌谱啊，歌词啊，哦，你看明音乐大师哦，台湾歌谣大师吴晋怀先生的作品名作哦，关子岭之恋有提到火山碧云寺的哦，讲到这火山票分析啊，哦，迄东山啊，你哦，迎妈祖哦，迎佛祖啦，观音佛祖啦吼，啊，拢会去迄火山票分寺，哇！伫迄做农历正月初九，初九哦，过年前来上观音佛祖，等于火山票分寺啊。嗯，有随香的话，就可以到火山碧云寺参拜啊。嗯。